继续来看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来宣布，要投入到323亿的经费，在2年内，让全台湾的中小学拢来安冷气。学生囡仔是听到真欢喜，但是这个用电量是一个大考验。台湾的电力系统敢有法度来负担？也阁有县市的资源嘛是一个大问题。这个电费钱，地方政府敢负担会起呢？ 有告说，这礼拜台北的高温上悬来到38.6度，这是100年来上悬的纪录。但是全台湾中小学装冷气的比率无到4成，老师和学生拢热甲堪受袂掉，家己准备电风来吹。过2年状况都无共款啦。中小学教室装冷气，2022年夏天前全面完工，教育部、经济部、台电来全面盘点整个学校。 各县市中小学生的心声，政府有听到啊，但是要到100%装冷气的比率，教育部按算讲爱搁加增15万台电力系统够法度。所以整个10万台用电量最高大概是在30万千瓦哦，等于说它的用电量不会超过目前最高的0.8%，所以等于对整个系统影响是非常小。用电量台电挂保证，但是其实资源方面嘛是有问题。 政府规划讲，用各县市政府的财政等级来分，会提高补助比例，上悬会当补助9成，但是加出来10亿的电费，中央买专业来补助。不过，也是有县市政府认为讲，一成家己爱准备，对财政造成的负担袂少，希望中央会当全部补助，地方和中央可能爱搁瞧一下。